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百業經故事之餓鬼，呢個故事嘅寓意就係講，如果善用僧侶嘅物品，將來係會得到餓鬼嘅報應。佛在世嘅時候，有一位目犍連尊者，佢經常去地獄、餓鬼、旁生、人間同天界之中，觀察各道眾生嘅痛苦。佢見到地獄眾生受寒熱燒殺之苦，餓鬼道嘅眾生受飢渴燃燒之苦，旁生道嘅眾生互相擔食之苦，而人間各自嘅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冤憎會嘅痛苦，天人受墮死之苦。佢將自己耳聞目睹嘅各種痛苦，全部都如實對世人去宣說，使到眾人對輪迴生起厭離心。有一次，目犍連尊者以佢嘅神通去到餓鬼界嘅新對亞山林之中，佢見到樹林裏邊有一個餓鬼，佢嘅身上着咗個大火，痛苦難忍。佢跑到草原上邊，有業力顯現嘅獅子、老虎追咬佢，佢痛苦難忍，想匿埋響大海裏邊。但係由於業力嘅顯現，海裏邊嘅鐵嘴大魚就專食佢嘅肉，佢無可奈何，飛到空中。喺空中，業力顯現嘅鐵嘴老鷹、烏鴉爭相啄食佢，使佢難以安忍，到處亂跑，到處遭害。目犍連尊者見到咁樣，就以自己聲聞智慧入定，觀察佢嘅因緣，觀察到喺賢劫如來正等覺迦葉佛出世嘅時候，佢係一位僧眾嘅執事員。執事員即係相當於而家嘅總管家。佢擅自將僧眾嘅財物、修佛塔嘅費用、十方僧眾布施嘅錢財隨意享用，仲送禮於別人。目犍連尊者觀察到呢啲嘅事情，佢心想應該將呢啲事話俾世尊聽，祈請世尊為眾生演說，會使到更多嘅眾生增加對因果嘅信心，對輪迴生起厭離心。於是佢以神變，剎那之間返到舍衛城，佢見到世尊正在為眷屬傳法，就覺得因緣成熟，就對佛陀講啦：世尊，弟子時常到六道，將所見所聞眾生嘅各種痛苦對世人宣說，令到眾人對輪迴生起厭心。呢次我去咗新對亞山林之中，有一個餓鬼，佢全身着火，不堪其苦，奔向草原。草原上業力顯現嘅獅子、老虎追咬佢，大海業力所顯現嘅鐵嘴大魚就啄佢嘅肉，忍無可忍，佢飛到空中，空中業力顯現嘅鐵嘴老鷹、烏鴉又爭相啄食佢，佢冇一個安身之處，到處受害，到處亂跑。請問世尊，佢係做咗乜嘢惡業而受此果報呢？世尊就話俾目犍連尊者聽，佢往昔做咗好大嘅惡業。喺賢劫人壽20000歲嘅時候，人天導師如來正等覺迦葉佛出世嘅時候，佢係僧眾之中嘅執事員，為僧眾嘅生活費、修建佛塔同常住嘅好多費用，花咗唔少嘅財物。佢花嘅錢財好多，佢亦都冇將自己同共僧做佛塔嘅各項款項分開嚟管理，自己都係隨便用，仲送俾別人。以呢個果報，佢就墮喺餓鬼道之中，無論係喺山林草原定係虛空大海之中，都有各種嘅痛苦，無間地去傷害佢。世尊如此宣說之後，有好多眾生對於因果都心生厭離，有一啲唔相信佛法嘅人，佢哋都對佛法生起咗真實嘅信心，
而歸依佛門。